基甸聽咗之後，佢話主啊，佢對住耶和華嘅使者話：你可唔可以俾我一個嘅證據？請你咧留喺呢一度，讓我咧好好去招呼你。當時咧佢就去宰殺咗嘅羔羊，整咗啲嘅湯、肉同埋餅咧，供物去到呢個耶和華使者嗰度。耶和華使者知道佢需要一個證據，所以伸出手上嘅杖咧，就將嗰啲供物咧燒咗。跟住咧，基甸就真係知道咧，耶和華咧差遣嘅使者同埋耶和華咧對佢講說話。咁當時咧，基甸就好害怕，佢話耶和華哀哉，我親眼見到耶和華嘅使者，我必不能存活。咁當耶和華聽到嘅時候咧，耶和華就對基甸話啦，佢話你放心，你咧唔好懼怕，你必不至於死亡。咁耶和華咧就安慰基甸。當佢聽到耶和華嘅說話嘅時候咧，佢嘅心靈感受到恐懼咧消散，就好似咧我哋咧基督徒一樣。當我哋咧被恐懼咧突然間咧籠罩嘅時候咧，神咧往往咧喺我哋睇聖經祈禱嘅時候咧安慰我哋，你所想象嘅唔會發生，放心啦，有我喺度，你會冇事嘅。基甸就感受到神同佢講說話之後咧，佢個靈咧、身體咧，佢都感受到份平安。佢感恩耶和華咧喺度做咗一個壇俾耶和華，稱嗰個壇叫耶和華沙龍，耶和華賜平安嘅意思。咁當中耶和華神咧吩咐基甸，佢話咧你要將你父親所為巴力呢啲假神做嘅壇拆毀，並且將佢做嘅偶像拆毀，將佢當作柴，將你父親7歲嘅牛喺當中咧獻俾我咧作呢個嘅燔祭。咁當其時咧，日間基甸咧唔夠膽去做呢件事，所以咧佢夜間揾咗10個嘅僕人咧喺當中去做。到第二日咧，嗰啲城裏邊嘅人咧見到呢件事嘅時候，去訪查知道咧係基甸做呢件事，就咧向基甸嘅父親要求咧去交出基甸，讓佢處死。咁當時佢父親咧聽到之後咧，佢話咧你哋要做啲乜嘢咧？要為呢個巴力爭論麼？如果有俾邊個咧要去為呢個巴力爭論嘅，同我兒子，不如就將嗰個人處死啦。佢話因為巴力如果係神，有人拆毀佢嘅祭壇，你應該讓巴力去同我嘅兒子基甸去爭論啊嘛。啲人聽咗，佢就稱基甸咧幫佢改咗名叫耶路巴力，意思即係話咧佢拆毀咗咧巴力嘅壇，讓巴力咧同基甸咧去爭論。耶和華嘅靈咧要大大嘅感動咧基甸。咁基甸咧隨即差人咧去到以色列嘅幾個支派嘅當中叫佢哋出嚟。當時咧有4個嘅支派同埋咧佢自己嘅族人咧跟隨着基甸。佢見到幾萬人出咗嚟嘅時候咧，佢再一次咧向神咧求證據。佢話耶和華，請求你俾我知道係你去差遣我咧去拯救以色列人咧脫離仇敵。請你咧今晚讓我攞呢啲嘅羊毛放喺嗰個嘅禾場上邊，我咧第二朝咧希望咧見得到咧呢啲嘅羊毛充滿呢啲露水，但係整個咧禾場咧都係要乾嘅。神應允咗之後，第二日去出去咧，整個嘅羊毛咧，佢一扭嗰啲羊毛嘅時候咧，佢發覺咧嗰啲嘅羊毛咧可以扭咗成盆水出嚟，但係咧整個禾場都係乾。佢就同耶和華神再一次祈求，神啊，請你唔好發怒氣，再聽多我一次禱告。今次咧，我想嗰啲嘅羊毛咧係乾嘅，整個禾場咧係濕嘅。咁喺當中咧，神又再一次咧咁樣做，佢就知道咧耶和華神真真正正要差遣佢。但係耶和華神咧就同佢講，佢話跟隨你嘅人咧太多，如果我而家將敵人交喺以色列人嘅手咧，佢哋會誇口咧話自己嘅力量咧去得勝仇敵。所以咧你要聽我咁講，你而家咧同我哋講邊個害怕咧可以翻屋企啦？有22,000人咧就離開咗咯，因為害怕戰爭嘅緣故。咁剩翻1萬人。咁但係耶和華神咧又同基甸講，同你喺埋一齊嘅人仍然係太多，你而家帶去水邊，跟住我要話俾你聽咧，邊啲人可以跟你去？佢咧就將嗰啲人帶到去水邊。佢話咧你要將呢班人咧分做2部分人，佢凡係咧用手將呢啲水咧，好似狗咁咧，用條脷去舐嗰啲水嘅人咧，你要分開。跟住其餘咧跪喺度嗰啲嘅飲水嘅人咧，就要分開另一班。當時咧佢就分開咗嗰啲咧用手捧住啲水咧，好似狗咁樣咧，佢用脷去舔嗰啲水嘅人咧，有300個嘅人。又話就話啦，我就要用呢300個嘅人咧就足夠。又話就同佢講，佢話如果你咧害怕，因為敵人咧咁多嘅時候，你咧可以咧同你嘅僕人咧普拉落到去咧敵人嘅營邊。當你聽到敵人咧佢哋嘅傾談嘅時候，你就有膽量咧攻打佢哋啦。咁當時咧耶和華神咧教導佢吓，因為當時咧基甸的確咧知道咧敵人有10幾萬嘅人，佢得300個人，點能夠戰勝咧？基甸結咗落到去同佢嘅僕人聽到咧敵人咧有2個
個嘅兵咧喺度談話，其中一句就話啦：琴晚咧發夢嘅時候見到一個大麥餅一路滾咧嚟到咧撞低咧我哋米甸人嘅一個營，跟住咧傾覆咗我哋。聽到嘅人咧佢就話啦：佢話係啊，嗰個唔係邊一個，而係咧以色列人咧基甸佢嘅刀，因為咧神已經將米甸人同埋民軍咧交咗喺佢嘅手中。